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虽然是周一，但是由于放假，所以胡适不交易，恰恰是今天放假，胡适躲过了一劫。我看了一下港股，好像在下跌，跳空低开。下跌的原因，大家恐怕也知道，美利国的大总统特朗普又发飙了，又变化了，又指责了，所以气氛比较紧张。俗话说得好，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那明天开盘估计难免要消费一下，很多金融消费者啊，恐怕这个节也没过好，端午节纪念屈原，明天就纪念一下自己。这个胡适，我一直说像个骗局，专割韭菜，虽然不一定准确，但至少到现在看上去确实起到这么一个效果。央视又放了一个骗局，说是8旬老人被骗花4500元买60瓶清洁剂，央视曝光上门服务免费服务骗局，说的是近期多地频发上门免费清洗骗局，不法分子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的同情心，将价值仅几块钱的清洁剂卖出上百元，不少老年人购入了远超实际需求的清洁剂。大家看视频。83岁的孙女士家住北京市西城区，上个月2位自称是清洁剂厂家工作人员的年轻女子敲响了她家的门，称正在开展入户清洗油烟机工作，可以免费清洗油烟机。他说我们的排风不好，那个油烟子太重了，把它都糊住了。他往上呲了点那个清洁剂，就那个化的那个水就往下滴的了，好像是有效果。记者注意到客厅墙面上有2块显眼的补丁状白块。孙女士说，2名推销员看到墙面的陈年污渍，二话不说就开始演示擦墙，并劝他们买清洁剂擦墙。老两口行动都不太方便，完全没有办法做墙面清洁。本想婉拒，但对方却称完不成推销任务将会被辞退。他说：“阿姨，你们买吧，这姑娘她没完成任务，你们买了呢，她就完成任务了。她完不成推销任务就要辞退她。”我们一想，这年轻的孩子没有工作了，你说吃什么喝什么？我们说那就买吧。一听孙女士要买，这2名推销人员连忙表示1箱起卖，1箱30瓶3000元，现在有优惠活动，第2箱半价。就这样，原本只想买2瓶试试看的孙女士，花4500元买了60瓶。孙女士的子女得知此事后，质疑清洁剂单价明显虚高，怀疑老人被骗了。此后，老人尝试联系退货，却被告知批发产品不退不换。一番沟通下来，推销员最终松口帮忙转卖，但至今没有兑现承诺。北京的周女士告诉我们，她父亲去年7月份花费29940元购买的14箱420瓶清洁剂，到现在连1瓶都没有用完。一男一女2个推销员上门说是给免费擦油烟机，现在擦完油烟机之后呢，就跟老人推销说这个清洁剂特别好，让老人买了14箱，1箱30瓶。他当时跟老人说的理由是，你打扫一次房间就得用30瓶。而面对年轻人，推销人员则会转换战术。深圳的周先生今年3月份花15000元买了8箱某某某好太太家居多用清洁剂。他告诉记者，上门清洗后，推销人员会着重强调产品功效强、市场前景好，推荐他代理产品。他跟我虚假承诺了很多东西，推荐我去做他们代理呢。做代理这个过程就是要买5箱送3箱。他说买了之后也不需要自己发朋友圈，也不需要推广，就把货囤在家里面，等他们公司派单就可以了。他说5月份的时候，公司这边订单量会很多，怕我到时候忙不过来，就是给我一种感觉这东西很好卖。实际上，周先生不仅没有等来所谓公司派单，进入5月给他放货的所谓区域经理也已经联系不上。记者发现，周先生与孙女士购买的清洁剂都是由广州某生物科技公司生产的。据了解呢，该公司这款清洁剂的起订量为1000箱，单瓶的清洁剂的拿货成本呢在12元左右。而这些清洁剂到了推销人员的手里之后呢，卖给消费者的价格会翻上7、8倍。尽管推销人员在推销时都以该公司员工名义开展活动，但当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产品包装上的服务热线时，对方却表示公司没有销售部门，这些推销人员并非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而是批量采购产品的经销商。
深圳那边大大小小将近100个经销商呢，他们大量批发我们的产品，你让我们怎么负责任呀？我们哪有什么总代什么副代的都没有。你听我说，如果他要这样说，你直接报警抓他。只有一种途径，我们大量批发，好批发。在今年的5月份，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以老年群体为主要作案目标的刑事案件。办案法官表示，该案中，犯罪分子以免费保洁为诱饵，以老年人作为主要作案对象，低价买入清洁剂后，通过虚构身份、情感诱导等手段进行高价推销，属于典型的诈骗行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诈骗老年人的属于酌情从严处罚情节。那如果你是完全通过虚构事实的方式去非法获利的，那这种行为可能就会涉嫌诈骗。它针对的群体呢，可能又是老年这些特殊的弱势群体，那我觉得它的性质是相对比较恶劣的。所以我们的市场监管，包括公安部门，要联合的去形成这种打击的这种力量，坚决的去查处这种行为，更好的去维护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提醒我们的消费者，一定不要通过私下的个人去购买商品，私下的这种交易，遇到这种权益受损的问题之后，你往往很难去找到这一种经营的主体，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商品和服务。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办案机关要专门打击，这个也值得称赞。这个针对老年人的骗局更可恨，但是针对老年人骗局远不止这些。你比如说投资忽视，有些操作、有些行为和上门卖清洁精，这几块钱的清洁精卖他100，涨几十倍，有什么区别？这个骗子利用的是老年人的同情心，那利用老年人想发财的心呢，设计骗局，不也是骗局吗？这个凤凰网财经转发红星资本局的一篇报道，6月1号的说，8旬老人又是80多岁，花105万买基金亏了30万，状告银行。法院怎么判的呢？这个红星资本局6月1号报道说，一位年过8旬的投资者在2021年投入105万购买一只公募基金产品，2年多时间就亏损30万元，故诉至法院，要求相关代销银行承担赔偿责任。80老翁拿105万去买基金炒股，这个基金2年就帮他亏了30万，30%。他买的是基金。该案先后经过2次审理，一审法院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判决银行承担70%的赔偿损失，并支付损失利息。二审法院则认为，投资者其自主决定购买暗设理财产品，且产生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正常变化和波动，银行已经完全履行了适当性义务，于是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暗设理财产品为博时基金旗下博时成长领航混合，该基金成立于2021年1月21日，曾在发行阶段吸引超100亿资金认购，引发市场关注。也就是当时发行的时候，这个博时基金是明星基金，投资者趋之若鹜，那简直买了它就是发财。2021年恒大暴雷，对吧？那个时候是不是咱们就说，你把所有的基金、所有的理财全部赎回存银行，别做梦发财。这个80岁的老头105万买了这个基金，2年以后2023年赎回的时候只有70多万。判决书显示，原告赵某，男，1937年出生，日本人还没投降呢，住广州市天河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为，2021年1月15日，赵某在某银行广州中石化大厦支行这个工作人员指引下，通过某银行 APP 申购理财产品博时成长领航混合 A， 基金代码为010902，共计105万元。也就是这个80老翁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让你拿着手机点开他们银行 APP， 点这儿点那儿点那儿点这儿，完成了操作，105万就在手机上完成了对基金的认购。这是一审审理查明，那就是2021年1月18日，上述105万元从赵某账户转出至暗设基金募集专辑户。2023年4月27日，赵某赎回上述理财产品，赎回到账金额75万，亏损金额约29.97万。于是赵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起诉，请
求判令某中石化支行赔偿自己损失29.97万元，并赔偿利息与损失13.43万元，要求某银行广州分行对中石化支行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他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那就两个，一个就是这个支行有没有尽到适当性义务，你让这个老头子买这个基金，你有没有提醒他风险，有没有对他进行测试，他适合不适合基金投资，他的抗风险能力等级，这个都是卖基金的时候这是要做的测试。完了你还得告知他，完了还得让他签字说这个买了你亏了你找自己，不要找别人，跟我银行没关系，跟人家基金公司也没关系，就这一套。完了之后还得录音录像备份代查，这一套你都有没有做，主要是提示风险。这个第二个争议就是说，那这个赵某的投资损失如何分担，就是你分担比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某中石化支行作为暗设理财产品的销售者，负有向赵某全面介绍暗设理财产品性质的以及风险的义务。他说，某中石化支行某广州分行对此提交的基金申购过程的演示视频，也就是他给法院提交了这个老头申购基金的 APP 操作的过程，这个视频是事后录制的，不是当时买的时候录的，并非赵某申购暗设理财产品时操作轨迹，不足以证明某中石化支行有向赵某全面介绍、提及、提示以及说明暗设理财产品性质及风险相关情况，所以认定某中石化支行未全面履行适当性义务，应该对赵某投资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那第二个，他们一审法院认为，赵某此前多次购买理财产品具备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且赵某具有多次挽回损失的机会而未能及时赎回，对损失的扩大具有一定的过错。也就是这个基金不是一直这么低，曾经有段时间跌的没那么多，也就是你要那个时候把它割了赎回，那么你的损失可能不是30万，有可能就是12万甚至更少，那你赵某赎回的时候就在它最低点赎回的。也就是一审法院认为，赵某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投资者，那么他自己对他的这个损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一审法院判决中石化支行应该按70%比例赔偿赵某损失20.98万元以及相关利息，责任是3七开，这个老头承担30%责任，这个银行承担70%的责任。结果银行不服，银行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驳回投资者全部诉讼请求，也就是把一审法院的判决给推翻了，这个非常罕见。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撤销或予以改判。那二审的时候，银行他的观点，他提出的事实和理由是：第一个是赵某是自行通过某银行 APP 操作购买暗设基金，该行网络销售过程本身符合适当性原则，也就是你按照 APP 一步步提醒去买，那就是已经提示你了，银行的义务就做到了。第二个说，该行在暗设基金产品销售中已经完全履行适当性义务，说赵某购买的暗设基金与其风险评估等级相匹配，应自行承担投资风险。第三个呢，赵某的财产损失与该行无直接因果关系，在购买基金后的多个时间段内都可以赎回，但仍然选择坚持持有，最终造成损失的最大化。那么这个赵某怎么说的呢？赵某自称说，我这个80多岁的老人，认知能力和操作能力有限，无法独立完成复杂的基金申购操作，所有操作都是在该行贵宾厅由某银行工作人员指引完成。赵某还表示，自己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虽购买过多次理财产品，但大多数为保本型产品，并且自己并不具备赎回基金的理论和知识及操作能力，在基金净值低点赎回并非本意，也就是我在那个基金净值最低的时候赎回，不是我没有这个认知能力，我也没有这个投资能力。二审法院认为，某中石化支行作为销售者，确认暗设理财产品属于中风险级别，赵某在申购上述基金产品前做过多次风险评估，具备投资低风险至中高风险等级产品的资格，说明某中石化支行对赵某的风险认知
投资风险承担能力进行了评估。此外，赵某本人对于该理财产品有明确的投资意向，银行在销售时还做出了另外的风险提示行为，应认定就暗设理财产品已全面履行风险提示义务。二审法院认为，导致赵某产生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正常变化和波动，也就是胡适的涨跌是正常变化，导致基金净值缩水，这个跟银行没有关系，这非银行存在不当销售行为所致。结合赵某自主购买暗设理财产品的情况，其投资经验和应付的审慎义务，以及其中中石化支行已完全履行适当性义务、风险提示义务等，根据买者自负、卖者尽责的原则，暗设理财产品的实际投资损失应由赵某自行承担。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赵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打了一审的脸，为什么？这个案子法院虽然二审判了，但是我想自在人心，这个80岁的老头还去理财，图啥？当然了，有人就说了，那巴菲特那年纪更大，跟巴菲特不能比，不要动不动就比这种只是人类的多少年才出一个的这么一个人，要牢记大家是普通人，普通人就做普通事。针对老年人，利用老年人的认知低，大家记住了，普通的人，老年人他的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各方面能力是在退化的。身体素质也在退化，那眼花耳朵也听不清了，这很正常啊。所以国家以后就应该出台一个法律，你不是退休了吗？从退休那天开始，光荣退休，退休那天开始，你任何的投资理财必须有监护人签字。咱们对小孩不都这样吗？你小孩你看在网络平台上打赏买道具一大堆的，只要是儿童或者青少年，那商家都要退款的。那对老年人为什么不采取这种，或者是别退休70以上或者80以上，总之给他一个年龄限制，超过这个年龄买什么东西投资什么都责任由卖家负，那么谁让你卖给他？这一招就能把这个骗子的差不多给制住了。我在想，二审为什么把它翻过来，是因为这个产品当时成立的时候是叫网红产品、现象级产品，当红榨汁机募集好像是100亿，你说多少人买了？多少人通过各种各样的银行去买的？这个叫博时旗下的博时成长领航混合基金，属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也就是投资胡适的。该基金是一支爆款基金，吸引超100亿资金认购。相关公告显示，该基金合计募集资金规模达到118.9亿元，认购户数超过20万户，涉及20万人。红星资本局注意到，2022年10月，该基金成立仅1年多时间便亏损30%左右，一度引发基民吐槽。还有投资者发现，该基金经理陈鹏阳独自或共同管理基金产品数量多达10只，存在依托10的情况，涉及20万人。成立至今，基金缩水30%。如果这个案子按照一审判决，银行要负70%责任，那你说说，这20万人人都拿着这个判决找银行，银行受得了吗？这是我分析的。所以二审把一审给推翻了，你怎么能判银行赔钱？所以说骗局看谁骗谁，那么也得看你上的是谁的当，受的谁的骗。你要是上的小骗子当，对吧？上的是加头老师这样的人的骗，那对吧？有关部门就要为你伸张正义，法律这个时候就起作用了。如果你上的是对吧特殊的当，那你就是应该的，因为作为韭菜那都是国有资产，国家定期收割那没毛病啊，这是常规操作啊。那加头老师这种人收割呢，那属于侵占国有资产，应该打击。比如说开头拿几块钱的洗涤剂卖给人家上百的，对吧？一次卖好几千，这种属于侵占国有资产，那这应该打击。他没有权利收割韭菜啊。但是你跟胡适收割韭菜，那天经地义。那胡适就是收割韭菜的地方，你自己去，你去胡适就是消费，要么怎么叫金融消费者？那消费体现在哪儿呢？所以还有很多人执迷不悟，还坚持到胡适去消费，明明知道那是个骗局，是个要割韭菜的地方，被割了你都无处申冤。你要被人骗了，你好歹还可以报个警，还可以去诉苦。胡适被骗，那你是叫风险自担。还有很多人执迷不悟。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